停。来来来，怪阮的，怪阮要落土时，拄着歹。不是被搂头袭啦，不是被搂头，那是要入土，就是下葬的意思。怪棍会搂头袭吧？是被搂头袭吗？对，哦，伊咧讲大平讲得很好。怪棍露头是讲要逮你去。对，是怪棍会搂头袭，还是怪棍被搂头？对呀，哦，你是被搂头，哪有人都入土了，还有办法写歌哦？重点是拄着，重点是后面那几句啦。那我开他的炮可以吗？好，最后一句是拄着歹背离的，哦，这正确，好，可以得到1分。人是好命囝，阮一个做兄弟，通我的要求爬阮天，哪能一切总两做情？为什么连皮鞋都有？好，蓝六皮鞋重量最轻。为什么？蓝六嘛，因为皮鞋蓝六两，蓝六只有蓝六，一箱皮鞋大概拢头2公股，啊，你蓝六的就上轻的，啊，只有蓝六的吼，才会再2轻的。有谁知道正确的呢？大饼。哎，有我。您在看我心不由己。好哇，对。